台北市相信好多人都已經去過啦，但係相比起咩景點出名嘅餐廳，我其實更加中意呢度文青嘅一面。而家就跟住我去睇下喺台北市裏面可以做嘅10件事啦。食早餐本來係再正常不過嘅事，但係喺台灣早餐選擇特別多，甚至有專係賣早餐嘅早餐店，真係揀早餐都揀到有選擇恐懼症啊！除咗周圍都有嘅典型早餐店之外，而家仲多咗好多靚到好似 cafe 咁嘅早餐店，下次去到台北可以試下啦。我中意台灣嘅食物，除咗好食之外，更加係因為佢嘅份量。無論係夜市嘅小食定係一般餐廳嘅小菜，都係細細份嘅，一個人去食都可以試到好多種菜式。更加唔好講話便當或者素食自助餐啦，啱晒我呢啲又貪新鮮又中意一個人去旅行嘅人。台北都可以話係台灣最繁忙嘅大城市啦，但同時呢度都保留咗一啲舊區，好似近大橋頭站或者雙連捷運站嘅大稻埕。近年來，大家開始注意到呢度嘅歷史建築同埋百年老店嘅美食。本來以年貨、藥材、南北貨聞名嘅迪化街上面都多咗好多特色小店，有好靚嘅公平貿易商店啦，仲有台灣本地嘅設計品牌，同埋好多嘅 cafe。租嘅 U-Bike 踩單車過嚟行下街，絕對可以消磨到一個下晝。台北有2間光點電影館，一間係喺中山站附近嘅台北之家，另外一間係喺華山文創園區入面嘅。呢2間電影館同一般嘅戲院唔同，成日會搞影展啦，放映好多